各位大家好，歡迎再一次嚟到中文輕觸式 YouTube Channel。我哋今日同大家討論嘅話題呢，就係我們這一夥。話題裏邊嘅一夥呢，係火字加個多字。呢一個火字呢，同企人邊水火個火字呢係一樣嘅。一夥呢，就即係指一群人，而呢一群人就係我哋嘅夥伴啦。足球運動係群體嘅活動，球員呢就係合作嘅夥伴，佢哋穿着同一個球衣，向住同一個目標，即係龍門呢進攻。已經38歲嘅阿根廷球星美斯咧，喺今屆世界盃第一場咧對住阿爾及利亞，佢個人連中3元，大演帽子戲法。美斯嘅成就唔單單係佢嘅不老傳說，更加令人感動咧，就係佢喺入球之後同埋佢嘅隊友深情擁抱，展示咗團隊精神。佢更加坦然，好希望將勝利嘅榮譽歸於團隊。而隊友迪保羅咧，亦都非常之欣賞美斯咧，將團隊放喺首位。球王咧，唔單單係贏咗比賽，更加係贏咗人心添。所謂有人快樂有人愁，落選嘅球員就冇機會喺世界盃嘅舞台上面穿起球衣一顯身手啦。曼聯嘅後衛哈利麥加亞咧就係其中嘅一位。當佢知道自己落選英格蘭代表隊嘅時候，就感到非常之震驚同埋失望。佢話喺呢幾年嚟咧，冇一樣事情咧係比披上英格蘭球衣代表自己嘅國家出賽更加令我喜愛開心。哈利麥加亞眼中，球衣似乎唔係一件衣服咁簡單，佢承載住自己對國家嘅感情同埋忠誠。即使未能夠親身參與，麥加亞還是咧祝福隊友取得理想嘅成績。現代嘅足球員咧，着住球衣嚟到係去比賽作戰啦。中國先秦時期嘅軍人咧，亦都着住戰袍咧一起作戰嘅喎。睇下《詩經·無衣篇》點講：喜若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收我戈矛，與子同壽。喜若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收我矛擊，與子偕作。喜若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收我甲兵，與子偕行。詩歌所寫戰士與子同袍嗰個同袍咧，就係啲長袍，即係斗篷。而佢第二段咧所寫嘅同澤咧，就即係寒衣。第三段所寫嘅同裳咧，就即係夏衣，即係戰裙。而呢三樣咧，都係當時嗰個戰服嚟嘅。與子同仇咧，就即係話咧，佢哋戰士同仇敵愾。呢一個咧，你睇到佢係幾咁凜然正義啦。嗱，中國另外有一首文學作品咧，大家都熟悉嘅《木蘭詩》，記載木蘭咧身穿戰衣代父從軍，與戰士咧一齊咧係保衛家國。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喺寒光嘅照射之下咧，木蘭咧堅守陣地，毫不怠倦喎。木蘭翻屋企之後，開我東國門，坐我西國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夥伴，夥伴皆驚惶。同行12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點解木蘭呢嘅夥伴皆驚惶呢？因為喺戰場上邊穿着戰時袍嘅木蘭盡忠職守，同夥伴一齊嚟到係衝鋒殺敵。翻去屋企之後，木蘭火速換上咗舊時裳，與家人呢共聚天倫。衣服反映咗木蘭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嘅角色同埋使命。喺戰場上邊點樣做一個好嘅戰士，喺家庭裏邊點樣做一個好嘅兒女。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人嘅穿着風格咧，往往係同佢個自我認同咧係緊緊相扣㗎。
當我哋嘅穿着同個人價值觀一致嘅時候呢，我哋會感覺到自信。相反呢，我哋嗰個自信呢又會隨之而下降嘅。嗱，無論喺軍人嘅戰衣、運動員嘅球衣，以至係家常嘅便服，在其實都需要我哋認同呢一夥呢一個團體嘅目標啊、價值觀啊咁樣，先至會感覺到舒服同埋自信嘅。各位，到底我哋點樣做先至係可以贏到我哋嘅夥伴嘅認同呢？而着衫係唔係可以反映一個人嘅內心世界呢？我哋又可唔可以咧透過觀察衣服嚟到係選擇志同道合嘅朋友呢？歡迎各位留言、讚好或者將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嘅人啦！謝謝大家，下一集再見。